我完成咗 Hermes 嘅鑑定課程啦。如果大家喺香港有驗過袋，應該都識 Chris Sir。佢喺日本拍賣行工作咗好多年，喺香港鑑證界算係出名，所以我就揀咗佢嘅課程。課程內容非常之專業，我真係學到好多有用嘅知識，好多細微嘅鑑定點。Chris Sir 話行內人好多都唔知。為咗保障導師同埋課程，我唔會公開呢啲鑑定點俾大家，但係你哋放心，我幫你哋 check 袋嘅時候一定會睇。就咁樣上堂又點會有用呢？一定要親身去練習。所以上完第一堂課，我第二日返到公司直播完就即刻努力溫書，夜晚黑繼續去上高級鑑定班。作為一個認真嘅學生，我係最早到，坐喺最前面專心學習。你哋望下我呢個課程裏邊有幾多資料，有好多嘢要努力記低啊！所以大家喺我哋 ELC 買 Hermes， 除咗我哋有第三方鑑證機構之外，仲有我幫大家守尾門關。有乜嘢問題就直接留言或者 PM 我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